后来继续来到花莲的上志路，有一间木造的家厝啊，半暝也是咧火烧厝，有2户的人家，大约是60平，装修了了。这个大火是烧到真美，烧到半天红。住户伫咧困梦当中来惊醒，是惊吓逃生。也有一个小家人啊，因为找无到家己的亲人，阮伫咧涂骹放声大哭。 哪里？坐在后面，先坐在后面。刚刚有看到你们那个有学长去后面说2个人坐在后面。这查某人情绪真不稳定，敢若是找无家己的亲人，规人坐伫涂骹。消防人员唔敢大意，继续伫找，大火一直烧，阁不时传出咧啪啪的爆炸声，赶紧布水线拍火。 花莲上志路站的12点外，火烧厝住户拢惊精神，赶紧逃生。你有看到他有？对，从人去窗口那边火就窜出来了。我爸我妈而已啊，都已经叫他们离开。对啊，我也叫他们走啊。警察人员差不多20分钟后将火控制掉咧，是讲拢找无掉里内底的人。这场木造铁片厝的火警火拖了真紧，一捆就烧掉60平2间厝。到底什么原因导火？爱搁调查。